台湾过路人地角的状况目前敢有改善啊？昨早时10点左右，伫咧高雄新兴区七贤二路的路口，一个51岁姓柯的查甫人，伫咧过车路的时阵，遭一台要倒弯的客停车撞到，加在人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危险。警方调查了后，发现这个客停车驾驶是无接酒，即阵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上悬36000块，而且吊扣驾照1年。51岁的柯姓男子行伫行船线管顶，当要过马路，后面一台共向的客停车要倒弯，煞无减速，直接甲伊弄飞。加载就医了后无性命危险，不过伊的头部因为弄跌，需要留意观察。不慎碰撞，穿越行道上的许男，许男四肢轻微擦挫伤，为案发时因为头部碰撞故留院观察，并无生命危险。警方表示，客停车的驾驶经过酒测无酒精的反应，伊讲当时是因为头前一台车顺利倒弯，伊当作行人还未行去咧行船线，加上四线的死角才会甲伊弄掉。不过警方表示，驾驶无礼让行人的行为是非常的严苛，已经违法，会面临着上悬36000块以下的罚金，嘛会红吊扣驾照1档。当然爱看啊，系啊，这。会违规的车也不是无啊，对。会啊，会注意一下啊，有的不会让，有的会让啊，不一定。事发地点伫咧市区大路口，往来车辆袂少，不过多数拢会礼让行人。警方呼吁驾驶经过这个路口，就爱礼让，嘛会加强处理着违规。不过有民众讲，不管法规敢是要提升着行人的路权，还是伫咧行路进前爱保持着警戒，才会当确保着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王丽婷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